班了，所以牧师说，那你要连表示怎么样？我就用一个高兴的脸出来说，哇，好不错，不同的运动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当然今天也非常高兴了哈，吕老师，吕物理治疗师，桃心医院在我们教会的后面哈，他今天又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下肢要勇健哈，勇健了哈，台语勇健叫勇健哦，好运动哦，真的是非常重要哦。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拍手鼓掌，欢迎李老师，谢谢李老师。你惹吕老师来了没有？来了，只是现在弄电脑。是。刚刚牧师我去插播了，牧师刚刚有在分享说，实际上我有一个亲戚，他这几天也都吃柚子，但是吃柚子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柚子里面有一个成分就跟葡萄柚的成分一样，所以还是多少会有影响。如果说你吃葡萄柚会有影响的话，柚子的话量要吃得少，不然的话你的有一些毛病。像有些刚刚有人分享说，他血糖高，他只不大敢吃。当然一样哦，便秘的话也是一样，也是会有稍微有影响，所以有很多都会受到这个柚子或葡萄柚的影响的，可能柚子要少吃一点，这是我补充跟让各位知道的一样，因为这个不是网络传说，是《金周刊》里面它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有讲的有6点，我是想说就提供这几点让各位知道。我们今天好像有几位我们的学员都表示声音不是那么清楚。那你如果我现在说话，你觉得你不清楚的，你可以举个手吗？就是用按举手的，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如果我现在说话不清楚的，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荧幕上按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今天的那个声音传递是不是可以顺利？刚才好像有人按声音，文娟是吗？好，有一位，好，所以现在只有一位。好，那如果只有一位的话，哈，有可能就是不是我们这边发出去的部位，可能要请你这个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载具哈，请你连接一下你自己的载具是不是你的这个线路，可以重新再连接看看哈，因为我们这边发出去的，大家好像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能要请你测试一下自己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等一下不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把OK，谢谢文娟，谢谢你哈那我们要请我们如果等一下不说话，我们就把麦克风关掉，才不会有回音。好，刚才有人反映回音很大，所以要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不说话的人等一下我也会把我的那个麦克风关掉，那我们大家都注意一下好吗？那我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注意到哈。好，那请问老师不知道已经预备好了吗 ？OK 了吗？老师 OK 了吗 ？OK 的话，请你把麦克风打开，因为我们好像听不见。这样子，因为好像要就是直接留不要播映的话，然后直接再分享画面，好像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播映。你看一下那边，你看一下那边。打第二次。已经打第二剂，可不可以按举个手，让我了解一下好吗？就是已经打第二剂的，再试一次看看。哦，
我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大概我们会第二季打完，我们关怀据点，我们象征我先把那个我们会打画面那个打完的时候，再申请。好，所以应该是10月18号好，申请，10月18号开始。老师好了，下雨对，他有哦，因为现在还有人在分享荧幕画面，所以等一下。不好意思，会，请问那我们可以说话吗？不会影响吗？可以。好，那所以请问一下，第二季已经打的人没有啊？有没有人这个礼拜要打的？可不可以按举手让我了解？我先停止好了。有吗？按那个好，这样我知道，了解，谢谢。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就直接开这个，然后直接分享，就不用好，那个我们打疫苗哈，我记得那时怕候直接这个打。免疫，就是说我们打疫苗的那个副作用的话，那我想我们可能是要有快乐的心是很重要哦哈。按照这个研究哈，这个我们有喜乐的心、快乐的心的话，我们打疫苗的这个副作用哦，真的会降低很低哦哈，真的几乎会没有这个副作用。即便我们有打疫苗副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PPT。度过哈。这个不是意念牧师讲的，我不是 PPT 看得到。这个是用好，好，那好了哈。我那意念牧师等一下会把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黄崇明要医师怎么去他那个话，在网络上所然后直分享接去的这这个研个地方究哈，可以我会连接在我们的影片版，那我们可以自己去YouTube 来看黄崇明教大家怎么有喜乐的心，在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我们的会增强，那我们的那个副作用会减少到最低。好，那老师已经预备好了。好了。好，那我们久等了，好，不好意思，那我是之前有来这个教会分享过的敏佳物理治疗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下肢的运动。那我刚刚来的时候有先看到前面有一个，就是老师也有分享一些下肢的运动，我觉得都很好。那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讲的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复习，然后我也再补充一些东西给大家，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喽。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增长，然后就是会看到以下的几个情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双脚容易会有一些疼痛的状况。那疼痛其实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比较常见到在我们可能复健市场看到的就是关节，然后或是它的肌肉组织等等的比较僵硬，容易就是可能坐久了或是走久了会容易有僵硬跟酸痛的情形。那再来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比如说我坐久了之后我会有点站不起来，或是爬楼梯的时候没有力气，那就是比较常见就是我们的肌肉流失了，然后比较让我们没有力可以去做一些强度比较高的活动，像是走楼梯搬东西等等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耐力的部分，我们如果开始发现自己走久就会想要休息一下，或是以前可以走个30分钟，但是今天或是最近的情形只要走个10分钟就觉得走不动了，需要休息，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耐力变差了，然后我们的气换气的时候会觉得容易变喘，那就是我们耐力相关的能力会变得比较不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常常担心到跌倒的情形，因为随着年纪增长之后，我们的骨质是有呈现一个流失的情形，然后平衡的能力也变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面临到跌倒的这个处境，然后比较危险。因为蛮多病人就是在跌倒之后就慢慢出现一些失能退化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去有跌倒的情形发生。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反应是会变得比较慢一点，那理解等等的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我们面对到一些
变动比较快的周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反应不及，然后会容易导致有后续受伤不良的情形。那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后面的话，我们会提供几种运动，然后就是方便大家从一开始就是练习看看。好，那现在从到这边的话，想问一下大家听得清楚声音吗？可以听得清楚吗？可以。可以哈，可以。非常清楚。好，谢谢。好，那我们的话，等一下我们就是从往下继续开始讲一些运动跟一些提醒的部分哈。好，来下一页。好，那我们有几个要点先来，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这个是我认为几个比较好，平常生活中就可以落实，然后又比较就是可以预防的。那第一个就是呢，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讲那个肩颈顶 Coco 的时候啊，有讲说姿势是很重要的。那等一下会带大家简短的复习一下。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拒绝的不良的姿势。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做对了姿势，你也不能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底下，那就会比如说我做的正襟危坐，然后抬头挺胸，但是你抬头挺胸维持做了1个小时，其实也会对组织有所伤害的哦。所以重点是我们应该要长期去习惯性变化我们的姿势，比如说我今天看了15分钟的电视或是新闻，然后我站起来，动一下我们的双腿，然后再坐下来休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长期的变动才是我们的关键。那第二个就是保持我们运动的习惯。那大家可能会想象，很多人会想象说，运动很困难啊，会觉得说会很累很困难，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太到。其实呢，运动有分不同强度等级的，可以从简单到难。那所以其实简单的运动也有活络我们血路啊，让我们的筋骨活动起来，柔软度变好的效果哦。所以其实不用害怕，从我们最简单的运动就有达到一些不错的效果了。对，所以可以尝试看看。好，再来第三个，等一下会讲到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平衡练习。那我们也有一些平衡运动在家里，就可以利用家里的地砖等等的来试试看。那我们的跌倒的危机就会慢慢的减少了一些，这样子。好，那我们下一页咯。好，那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先前讲的姿势不良的情形。那这边的图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常见的几种的坐姿，会比较容易导致你不好的状况。好，稍等一下哦。好，那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姿势不良，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右边的这一张图，就是我们呢。妈妈有生给我，之前有讲说，妈妈有生给我们就是很好的脊椎的曲线，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后天习惯性的不良坐姿或不良动作，会让那个妈妈给我们的好的曲线消失，所以我们要去避免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曲线一旦消失，就要靠许多努力去让它恢复到正常的曲度。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先避免。是最好的事情嘛。那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不良坐姿的情形，因为不良坐姿其实是会影响到下肢的力气的哦，是会连带影响的。那看一下我们右边的不良坐姿，一种就是呢，我们在那个有些人搭捷运的时候会看到，常常有人这样子做，就是我们整个人滑下去，然后屁股也没有顶到最后面的那个椅座那边，然后整个人就是软瘫在椅子上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不良坐姿。那这样子，我们的下巴往前掉，颈椎的压力变大，那我们的腰椎呢，它的自然的 C 型的曲线也会消失。久而久之，我们腰椎就会变成一个平的状况，然后肚子也会没有力气。肚子没有力气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核心肌群。核心肌群没有力气的时候，脊椎旁边的卫兵就没有办法保护它，因为我们说的核心肌群就是脊椎龙骨旁边的卫兵啦。那卫兵如果没有功能的时候，中间的那个重要的地方就很容易受影响哈。所以这个坐姿，请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呈现这样的坐姿，请要记得把它改正，因为这个坐姿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脊椎。进而影响到周边的很多的组织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家里看到，我们看电视看久了之后，下面的那个我们的身体就这样子，手肘就抵在我们的那个膝盖上面，然后脚呢虽然有踩在我们地上，但是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过度的驼背。
所以我们的那个整个脊椎是呈现一个僵直的情形。对，所以过度的弯腰或过度的扁平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哦，过于不及都不好。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尽量还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因为这样我们的头的负担很大之外，我们的那个驼背的情形一旦被养成之后，大家可能走路就会开始一样走得像这样子驼背了，那进而导致有些人就会开始有椎间盘突出，或是脚麻等等、脚酸、脚僵硬等等的情形出现哦。好，那我们再来下一页喽。咦，稍等一下哦，我在那个看一下。哦，有了，他刚刚突然跳掉一下，呵呵，不好意思。好，那跟大家讲一下，但是这个是之前有出现过的哈，再复习一下。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腰的地方，因为腰是有一个向前凸，略微向前凸的曲线，所以我们可以背靠着我们的椅背，然后可以放置一点腰靠，让我们的那个曲线维持，但是不要过大哦。之前有看到一些病患，就是来我们这边问的阿公阿妈会说，哎，他有放腰靠，然后后来看到那个腰靠，哦，他这么厚一个，然后放在后面，然后整个人就整个变成往前凸，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哦。就是放一个薄薄的枕头，我们就可以放在后面维持我们的略微的曲线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脚要平贴地面，因为这样子会减轻我们膝盖呀、髋关节还有腰椎的压力。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头啊，尽量不要有往前掉的情形。像这个先生，他的头的耳朵跟肩膀尽量呈就是直直的一直线啊，这是上次的内容有讲的，那再给大家做复习。那也就是不要有耸肩，然后头往前掉的状况出现哦。好，那再来一个红字又出现了，就是常常变换姿势是很重要的，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哦。好，那再来，我们呢来讲一下保持运动的话，给一些运动上的建议。好，那我刚刚看就是前一个美女老师有给我们教一些就是运动这样子，那也有蛮多像是跟肌力相关啊等等的伸展的运动，这都是很棒的哦。那我们有分成几种运动跟大家介绍一下，有肌力训练，就是像比如说提升我们的力气，然后把我们的脚抬高，然后去抵抗我们的重力。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肌力训练。那柔软度训练就会有点像是我们的比如说拉伸啊等等的动作，那就是让我们的组织的延展性变好，那柔软度变佳这样子。那平衡的训练呢，就有点像是你在比如说你一只脚站的时候，或是你站的比较窄的时候，站的比较窄，所谓站的比较窄，就是把我们的脚并拢，或是甚至是前后站。那等一下会就是展示给大家看平衡的训练可以怎么做练习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耐力训练。耐力训练就有点像是有人去健身房跑步机练习，就是我要连续跑20分钟这种练习耐力，然后我们的心肺系统也会比较好，比较不会容易气喘吁吁的啊，或是爬完楼梯觉得要好像有点头晕晕的，然后喘不过气来这样子。那所以大概比较常见的就是这4种的训练。那刚刚有说过，其实不管是初学者，就是完全没有做过运动的人，或是运动的老手，都有他适合的运动。那我今天会比较倾向以就是初学者方向来就是介入，让大家都可以有尝试的机会。即便你是运动的老手，你也可以把我今天介绍的运动的强度增加，因为等一下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难一点，你可以怎么做。对，所以运动的老手也可以借由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加强的运动来尝试看看。对，好，那我们准备要开始下一个运动了哈。那这个的话，这个我们在运动之前也有讲过说，运动前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注意事项的检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进行暖身或伸展，比如说原地踏步啊，或是呢我们在座椅上做抬脚的运动。好，我往后一些，对，好，座椅上做抬脚的运动，或是膝盖伸直的运动哈。可以做膝盖伸直的运动等等的。对，好，那我把荧幕往后一点点哈，好，谢谢。
对，所以就是一些比较让下肢做一些暖身。那原地踏步的话，就可以做叉腰，然后做抬脚的运动等等的。那可以让我们的告诉我们的组织说，哎，你应该要起床喽啊，我们要来做运动喽。好，那接下来就是上次有强调的，不能憋气，憋气容易让我们的血压升高，然后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变得不好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边做边数1，这样子2、3，在我们在数数的过程中就会有换气的动作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出力的时候吐气，放松的时候吸气。好，比如说我做举手的这个动作呢，出力的时候举手，吐气。好，放下来的时候用吸气的方式放下来吸。对，这是一个举例的方式。那等一下我们会结合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有血压、血糖等等的控制的问题，请先在运动前要先测量一下血糖或血压，因为有时候运动强度一拉上来的时候，身体会没有办法，就是去应对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会容易有些人会突然昏倒，或是会血压突然升高的非常多，就会有导致后续的危险这样子。所以我们担心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要记得一定要先测量自己的血压或是血糖，确认数值正常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运动是比较好的。那再来就是运动到一半的时候有不舒服，请一定要直接的停下来，好，不用硬盯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真的很用力的啊，我要盯下去，我觉得我盯下去的效果会比较好。其实盯下去有容易导致我们肌肉的运动伤害，或是等等和后续刚刚前面讲的不良的情形都会出现，所以请大家不要硬盯。那请大家就是在一个身心觉得适合的状态下，我们再开始运动，这是很重要的哦。好，那第一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坐姿肌力运动，这个是非常就是初学者可以适合的，那可以当做入门，或是如果你是老手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些暖身运动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坐姿肌力运动，好，要怎么开始呢？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骨盆，大家都会问到说，哎，我的肚子跟我们的背，然后要怎么去做一个简单的活动跟伸展呢？好。那我们先来活动一下我们的骨盆。那我们在做之前，先来看一下，就是上面看的这张图哦，这个图是我本人啦，然后可能看起来就是有点看起来发型啊，整个有点狼狈，请大家多多见谅哈。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左边这张图叫做腰椎的前凸。骨盆前倾的动作，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比较挺胸，然后肚子挺出来的动作。那我们手可以扶我们的骨盆，让我们的骨盆往前倒，然后肚子往前凸。怎么了吗？我弄斜一点啊，好，谢谢。这样会痛。好，我等一下，好，谢谢。好，那等一下会示范给大家看。那我先用口头上的一些要点给大家提醒一下。好，那再来看我们右边这张叫做骨盆的后倾。骨盆的后倾呢，一样，我们手扶着我们的骨盆，让我们的肚子往下凹进去，骨盆往后面倒的感觉。好，然后我们的头呢可以顺势做低头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可以去伸展我们的腰椎的曲线的脊椎，还有我们骨盆附近的肌群。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好记得脚要平贴地面哦。我上面是没有穿鞋子大家要穿鞋子不穿鞋子都可以记得脚一定要踩地踩稳哈。好，那我先做个侧面的动作给大家看，侧面因为看得比较清楚。好，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呢，我们手扶两侧骨盆的骨盆骨这里。好，然后先做前倾的动作。前倾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肚子挺出来。椅子文君有发问说，椅子高度需要注意吗？椅子的高度其实就是应该说，我们只要让我们的脚能够放松的平贴地面，这样子就可以了哦。所以如果说你坐的椅子太高，你脚悬空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到你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动作。所以请一定要记得，可能拿一个板凳，如果你坐太高的椅子，你拿一个板凳垫在你的脚底下，然后踩稳，然后让你的脚整个踩平在那个平面上面之后，再做这个动作哦。好，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好，来肚子往前凸，做一个骨盆前倾的动作。那我们的胸会挺出来哈。
好，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维持个呼吸，我们数5秒，1、2、3、4、5。好，接着呢，慢慢把我们骨盆往后倒，然后我们肚子凹陷下去，我们的头可以往下看。好，我们数5秒钟，再一次哦，1、2、3、4、5。这个动作的话，因为其实临床上遇到，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其实我们腰椎比较僵硬的人呢，骨盆的活动度也会比较小，所以你可以从小小的活动度开始尝试就可以了。对，所以其实不用像就是说，没看到老师的荧幕请说怎么了吗？没有看到老师的动作。哦，没有看到我的动作是不是？好，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吗？是不是？好，那我再做一次哦，我再做一次哈。把一个，请冰璇老师，请冰璇老师的荧幕。这样子可以吗？把我的那个荧幕设为，就是移到我的荧幕上有一个钉子，然后可以盯着我的画面，然后就会比较看得清楚那个画面，这样子。那我再做一次哦，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哈。好，来，好，我们一样子手扶我们的骨盆骨，脚踩平地面，然后呢，膝盖的打开，记得不要往内夹哦。好，膝盖打开，与肩同宽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先来做骨盆前倾的动作哈。好，我们前倾的时候，肚子挺出来，胸挺出来，挺胸。好，维持5秒，1、2、3、4、5。好，接着呢，把肚子向内凹，身体呈现一个凹陷下去的情形。好，然后头可以向下弯。好，来1、2、3、4、5。好，慢慢的起来。好，那等一下，如果我们到最后有任何不清楚的动作的话，都还可以在问答的时候再提出疑问，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准备下一个动作咯。好，下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个动作啦。那请大家我这张照片里面呢，我没有靠近那个椅背，就是我没有背靠着椅背做。那想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动作呢，你可以就是脚踩平地面，像是我图里面这样子，脚踩平地面，但是没有靠后面椅背做，然后把膝盖做伸直。那另外一个提供大家另外一个方式是这样子的，你呢可以背靠着椅子，好，然后靠到最底，然后就算脚悬空也没有关系哦，悬空也没有关系。好，然后呢，把脚做伸直的动作，对，背靠着椅背，脚悬空也没有关系，然后把脚做伸直的动作。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背没有靠着椅背，像我图上面就是我在照片里面做的情形的话，请记得抬起来脚的时候，身体不可以往后倒。好，示范一下不良动作。不良动作就是身体脚抬起来的时候，身体就这样子倒到后面去了，这样子是不行的哦，这样子比较没有训练到，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会发现有身体往后倒的情形，请记得要做的时候背靠着椅背做，然后把脚抬起来，这样就比较可以避免身体往后倒下去的情形。好，那大家做的时候，手可以扶在自己的大腿上面，感觉它有没有绷起来？束紧的感觉，绷起来的感觉，那就是有用到对的我们前面的大腿的股四头肌，这就是对的。好，那提供给那个老手，如果想要做难一点点的话，可以怎么做？就是呢，可以像我的图上面，把2只脚做交叉的动作。交叉的动作等于说你在1只脚上面架上另外1只，增加那个重量，然后再把膝盖抬起来，所以等于说有点像是重训的感觉，小小的重训。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哈。好，把我们的看一下哦，到后面一点哈。稍等一下哦。对，放在后面是不是？好，就是呢，我们把我们的2只脚做交叉的动作。好，大家这样应该看得到，应该蛮远的了。好，做交叉的动作之后呢，一脚在上，一脚在下。然后呢，好，我把椅背转过来，然后背靠着椅背，好，然后呢，我们的2
膝盖伸直，会觉得难度有变高一些些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记得呢，交叉这个动作之后，比如说你今天右脚在上面，然后呢，下一次做可以换成左脚在上面，脚交换往上抬起来。然后这个好啊，因为这个椅子会弹。我把这个转一下，有。嘿，好，没关系。好，那我们交叉的那个动作大家还可以吗？没关系，谢谢。好，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来讲下一个动作喽。好，再来呢这个动作，腿外开跟内夹。好，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动作，因为其实我们做久了之后，我们的膝盖内侧的肌肉很常见有就是僵硬的情形，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来借由这个机会来伸展一下我们的膝盖内侧的肌肉。好，那我们呢往后一点点，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哈。好，我们维持抬头挺胸，然后把膝盖做打开，我们整个大腿做打开的状况。好。接下来呢，帮我们把脚往内合，好，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动，这个椅子可以固定吗？好，那我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滑动，但大家请记得要找就是比较稳定的椅子坐，就是会比较安全哦。好，那我们呢来试试看，我们手可以做叉腰，或是像我在照片里面弄的放在大腿上也可以。好，那我做叉腰的动作，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做个来回5回哦，这样子1、2，这样子算1回。好，我们做5回哦。好，预备，开始，1回，2回，3回，4回，5回，很好哦。好，哎，不好意思哈。好，那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打开的时候啊，你可以感觉到内侧这边有拉紧的感觉，是正常的哦，是正常的哈。好，那尽量以自己可以做的幅度为主就可以了，不用勉强。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上肢的动作一起做哦，所以这个更全身性的运动，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做打开的动作，一样可以把胸扩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好，扩开，然后收回来，再一次扩开，收回来。对，所以如果觉得单纯只做脚有点简单的话呢，我们可以其实透过配合手的运动，还有配合呼吸，比如说呢，好，打开的时候吸气，回来的时候吐，再一次吸，吐。这都是很不错的变化的方式哦。好，大家可以再尝试看看。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站姿的肌力运动。那我们人呢，如果在承重下就是表示你的重量压在你的下肢上面的时候，训练效果是会更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吧。好，那第一个垫脚尖，垫脚尖算是一个我觉得蛮基础，但是是一个蛮适合大家做的运动，因为它可以活动到我们整个下肢的动作。好，那我们试试看。那我们做的时候呢，我里面照片里面呢有一个，好，那我盯选我的画面是不是？好，那我盯选一下我的画面，看一下，好，这样子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吗？好，那我们做的时候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的 PPT 上面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示范，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头呢往前掉了哈，这是一个不好的动作，所以请大家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头不要往前掉。我这个像是不良示范这样子啊。好，请大家抬头挺胸的做。好，那我们做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两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不要向内夹，抬起来的时候不要夹起来哦。好，另外一个就是两脚重量要平均，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有习惯性仰赖其中一只脚，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又仰赖，比如说你仰赖右脚做起来的话，两脚在运动下只会越来越不均衡，所以这是我们不乐见的情形。
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两脚要站的重量要站的均分，然后再垫起来的动作。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屁股呢，跟我们腿部有点像是一根竹子一样啊，收紧，然后往上延伸的感觉。好，那我们来实做看看。好，那我们好。这样子的话，因为看不太到我的脚，不过呢，我们的身体是维持一个直立的状况。好，手可以扶着椅子，或是如果说你觉得扶着椅子对你来说太简单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叉腰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扶着椅子，好，然后脚与肩同宽，膝盖不向内夹，好，然后往上做，像一个延伸的感觉，往上延伸的动作。好，抬头挺胸的做，很好，然后感受我们的屁股跟我们的腿收紧的感觉，很好。好，那如果呢想要进阶一点的话，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选择，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是难度比较高的，除了刚刚讲说我们不扶椅子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单脚的垫脚尖哦。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考验大家的平衡。那我们随时还是要放一个可以扶的稳定的物品在旁边。那我们如果要做单脚的垫脚尖的话，我们一只脚先勾起，然后另外一只脚踩好踩稳之后呢，做垫脚尖的动作，再慢慢放下来。这是难度比较高的动作。那如果说你已经是运动的老手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大家记得注意安全哈。好，那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循环，会让我们的下肢，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容易有下肢会有点水肿的情形，那我们可以透过肌肉的收缩，把末梢的臀肌的液体送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动作哦。好，那接下来下一张。好哦，这个动作我刚刚有在看，前面有一个就是前面一个美女老师有讲这个动作，腿向斜后抬。那相信大家刚刚有看到老师做，我们就是我这边再简要的复习一下，等一下也会带大家再做一次。就是呢，我们做的时候记得上半身要保持直立哦。有时候呢，我会看到我们带一些同学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几个 NG 的情形。那我先示范给大家看，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代偿动作。好，比如说呢，等一下哦。好，就是呢，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做抬起，对不对？但是他的身体呢，会跟着那个像比萨斜塔一样一起倒下来。这个就是不太对的动作了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要记得，上半身跟下半身有点像是分离的感觉，上半身维持直立，下半身维持就是打开的动作。那这边呢，可以建议大家在做抬脚的时候，可以把脚尖往外转一点点。我们的脚尖，比如说呢，这个是你的脚，然后做往外转的动作，因为这样子可以更刺激到我们的臀肌的活化，让他说，你要工作，你要工作，让他知道有工作的这个讯息。对，好，那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哈。好，来，那往后一些些，让大家比较看得到。好，那我们一开始呢，脚尖把它往外面转出来，让大家比较看得到呢。好，我这样子先拍脚好了。大家脚的话，这个桌子好像会打动。我这个往前，然后不要让桌子打动，这样子，然后退。对，我在后上。这样没关系啊，这样子有，这样子有。好，那我们的脚呢，往外面转开。往外面转开的时候呢，再往后方做。好，那我们先做左脚好了，这样子大家也比较好辨识方向。我们把我们的左脚呢，脚尖向外面转，好，然后再向斜后方抬起来。我们的手呢，可以摸着我们的屁股，感觉那个我们屁股有绷起来的感觉，这就是有做对。请记得身体不要倒下来哦，身体要维持直立，这是很重要的哦。好，那这个动作的话，就是大概的要点比较像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主要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臀肌有没有活化起来，我们可以摸摸看，它有没有变硬的感觉。那个变硬的感觉就是它收缩，它在出力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下一张哦。好，
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动作，所以如果大家就是会觉得前面的动作已经好像有一点点吃力的话，我们可以先把前面的动作练熟悉，再来后面的动作。那这个动作的话，就是难度比较高一点点，大家要小心尝试。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形。那记得要前面我们可以扶一个稳定的椅子或是桌子来做。那如果是进阶版的人，就可以尝试手叉腰做不扶椅子了哈。好，那我们先来示范，就是一下就是我们手扶椅子做弓箭步蹲的动作要怎么做呢？好，那大家可以先看看图片，比较知道大概的情形长什么样子吼。好，来。好，那我们呢踩弓箭步。那我们示范的时候，我把我的右脚放在前面，做膝盖微弯的动作。后面的那一只脚尖可以踮起来，哈。好，那我们呢，等一下两只脚膝盖一起弯曲，把身体往下降，再往上升。对，会感觉到我们前面的大腿跟后面的大腿的前侧其实都蛮酸的哦，会有用力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好，那再一次往下降，再往上升。好，那刚刚说出力的时候吐气，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应用一下，所以我们向下降的时候吐气哦。好，向下吐，向上升的时候吸，对，再一次吐。再来吸，好，那提醒大家有几个容易出现的 NG 的动作。NG 的动作就是向下的时候呢，我们两个脚夹在一起。好，给大家看，向下的时候，然后两只脚夹在一起了哦，这就不对了哦。请记得一定要维持好跟骨盆差不多宽的宽度，然后往下降。好，那我们的膝盖啊，这只脚膝盖可能会有一点点抖抖的，不过尽量维持在中线的位置。好，再慢慢的抬起来。好，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运动的老手的话，你可以尝试就是不扶椅子，然后做弓箭步蹲，然后会感觉到那个大腿肌的那个酸痛，酸酸的感觉其实是蛮明显的哦。好，那这个动作大家再小心尝试一些。那如果膝关节容易有不舒服的人呢，下降的幅度可以减少，你可以微微的下降，再微微的上升，这样子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到最下面的幅度这样子。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平衡训练了。好，平衡训练我们这边提供两个动作来给大家做练习，是比较基础的动作。那如果之后就是觉得哇，这已经都很简单的话，那我等一下会提供一些就是让大家尝试一些更难的。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平衡训练是中间是也有可能会跌倒的，所以旁边一定要有可以扶的东西哦。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单脚站。那我的图片呢，左边的那张图片其实是先示范说，一开始呢，如果你是初学者，你可以先练习你有扶椅子的时候，你把脚弯起来，表示说，你可以稳定的站着之后，尝试放掉手一下。那等一下我们示范一次看看。好，那如果厉害一点的人，直接手叉腰做就可以了，手叉腰，然后把一只脚抬起，那感觉你的脚踝站立的那一只脚踝会有点向内向外翻，在维持平衡的情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哦。好，那比如说呢，好，这个滑鼠是一只脚，看一下，跟大家讲会比较清楚。好，这个滑鼠是我们的脚。好，那我们站着的时候，站立的那一只，因为要维持平衡嘛，所以会这样子翻来翻去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练习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遇到那种崎岖不平的地面的时候，我们脚去适应地面的能力，或是避免我们跌倒的能力，这是一个很棒的本体感觉跟力气的练习。对，所以请大家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脚踝内外翻的过程哦。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动作，好，可以。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初学者的人呢，我们做扶椅子的单脚站。那我们呢，一样示范的时候，我们用右脚站着，右脚站，左脚弯。好，左脚弯起来之后，你感觉好像觉得有比较稳定了之后呢，你可以尝试把手放开一下，然后再放下来。好，再一次哦，放开一下。再放下来，这是一个初阶的练习。好，如果厉害一点的人呢，就可以直接扶腰。厉害一点的直接扶腰，尝试看看站10到15秒看看。那站立的这只脚呢，膝盖可以微弯，
感觉微弯的幅度，这样子因为膝盖比较不会那么僵硬，关节的摩擦也会比较少一些。对，所以我们膝盖可以保持弹性微弯。好，练习一下单脚站，感觉我们的脚踝在左右两边翻动。那旁边一定要记得有可以扶约站脸哦。如果不慎重心偏移的时候，赶快扶一下回正，这样子。好，那大家可以练习一下这一个。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右边的这张图叫做脚跟贴脚尖站。好，那这个的话，在我们家里的地砖就可以做练习喽。好，可以看一下我里面的那张照片。里面那张照片呢，就是我用家里的地砖，然后呢，我们踩一脚前一脚后的站着，因为这样的我们的重心的基底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维持平衡需要一点努力。比如说呢，我又做手叉腰，手又没有扶东西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明显的晃动，这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很值得练习的一项运动，那又很简单方便，家里就可以用了。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好，那这边的话，看哦。那个直接向下后找地板，好，地板的话这样子大家看得到我的脚后，好，那我们呢踩一脚前一脚后，好，然后呢一脚前一脚后踩在线上的时候呢，比较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人呢，可以把我们的手打开，然后像一个稻草人一样维持我们的平衡，然后把我们的屁股跟肚子收紧，试试看维持啊！记得不要憋气，保持呼吸哦。对，好，好，再慢慢的回来休息一下。那记得呢，我们呢，如果你刚刚练习了左脚在前面的运动，后面也要练习一下右脚在前面运动，两脚要交换位置练哦，因为在前跟在后的的力气的训练是有一点不同的。对，所以两脚可以交互尝试一下，后面的那一只脚会负担比较重一点点。对，所以可以两脚交替试试看看，你觉得哪一脚难度比较高？对，然后我们可以加强练习我们比较弱的那一只脚，把它放在后面，然后练习一下维持平衡的感觉。对，然后或是叉腰等等的。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来提供一下厉害的人，如果想要进阶尝试的话，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比如说呢，对，好。那谢谢我们同学有提供一些想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哦。好，那我们提供如果比较进阶的厉害的人呢，我们走路要怎么就是练习走路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呢，好，我把我的镜头往下照，好，来，我们走这个直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叉腰或是手打开都可以。好，那我们脚跟贴脚尖，脚跟贴脚尖的往前走。脚跟贴脚尖，那我们的膝盖呢，也可以保持弹性微弯的程度，好，慢慢的往前走。好，膝盖尽量不要用僵硬的伸直的感觉，这样是比较容易伤膝盖的。好，我们再一次哦。好，走到原点，左脚在前，好，然后换右脚在前，动作可以慢慢的，没有关系，踩稳再往前就好了。脚踝会有像是船一样的晃动是正常的哦，表示这是你的就是身体的重心在维持平衡的过程。好，那这个给提供大家一些建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好，叫做十字踏步，这个也是可以利用家中的地砖来做运动的练习。那我们先就是简要的讲一下这个动作哈。好，我们一开始呢，一样一只脚站着，然后另外一只脚做移动。那途中的话，我是用右脚踩在中心点，十字的中心点，左脚踩就是不同的位置。那位置呢，我们可以分成前面、侧面跟后面。那我们去尝试做踏这几个点的动作。那因为在踏的过程中，你原地的那一只脚要维持住很好的平衡，才可以让你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哦。好，那我们如果一开始不稳的话，可以把椅子放在你站立脚的那一侧，比如说像我这张图片，我是用右脚站着，我就可以把椅子放在我的右边，准备如果说我站不稳的时候，赶快来帮忙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等我一下哦。好，那我一样往后3步。好，那我看一下图中的地砖。好，那这个假如说好，跟图中一样，我用右脚作为站立的脚，站立的脚呢，膝盖有一些微弯。那我们前面有一个点，侧面有一个点，
后面也有一个点。那往后是最难的动作，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摇晃的程度会比较明显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往前点前面的点，好，往侧边点前面的点，好，这只膝盖都站立的膝盖都保持微弯哦。后面的脚往后，左边的脚往后点。好，那我们如果厉害一点的人呢，可以尝试快速一点的换位置，比如说前、侧、后，再一次前、侧、后。好，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我们原地站的那只脚的大腿前侧就有很明显的那个酸酸紧紧的感觉，那是正常的哈。好，那我们做完右脚的时候，记得也要换边做。那我们左脚踩在中心点，也来试试看好了。好，预备，右脚往前、侧、后，很好，再一次前、侧、后，对，好，那大家可以发现哦，大家站在其中一只脚的时候，会晃动的比较明显，就像是我们平常都会习惯性站在其中一边的关系。像我呢，我自己老师本人呢，我就是习惯站在右脚的人。所以当我刚刚在示范左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难度有上升一些哦。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大家平常常常依赖哪一只脚，所以另外一只脚的力气可能就会比较差，需要我们多加去训练它，比较不会让我们的两侧不均。上次给大家提供一个案例，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啊，喜欢站三七步，或是说他喜欢翘脚，那他会倾向一边的时候，会进而导致他的脊椎慢慢的就会有侧弯的情形。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后果，就是影响非常大的哦，所以会渐渐的影响到我们中央的脊椎，让它脊椎侧弯开始出现，或是有滑脱啊、椎间盘突出等等的情形都有可能出现。好，所以这个大家要再注意，就是尽量让两脚的力气维持均衡，这是最好的。好，那我们下一个咯。好，再来就是最后是我们的伸展运动。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控制的关系，我介绍了主要3个。就是最主要常常看到下肢可以需要伸展的一些肌肉群。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腿后肌，腿后肌是真的最常听到有人抱怨说，觉得膝盖后面怎么好紧啊，然后小腿好痛啊，或是我的跟腱，就是我们的小腿下方的这个粗粗的跟腱，会觉得很紧绷、很不舒服的情形。那甚至呢，后面会有导致，就是说，比如说小腿太紧导致足底筋膜炎，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这个伸展，我们是平常可以建议常常做的伸展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一下。好，那呢，我把我的椅子往后切哦，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这样子大家应该比较看得清楚。好，那我们记得一开始的动作呢，我们的脚也是平贴地面啊。好，我在示范的时候，我把我的左脚往前伸，好，脚尖翘起来。好，大家很多人可能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腿已经开始有一点紧了，没关系。如果已经觉得很紧的人，就不用进行下一步了，这样子就有拉到的效果了。好，如果觉得好像还好，没有很紧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同一边的手举起来，往前延伸，去碰我们的脚尖。好，碰不到也没有关系，尽量就可以了，尽量往前延伸，感觉我们腿后侧有一种被拉紧、绷紧的感觉，那就是对的了哈。好，那我们呢，如果筋比较紧的人，比较建议用来回的方式。什么是来回的方式呢？就变成就是往前回来，往前回来。对，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比较不会一直停在末梢，然后觉得那个紧紧酸酸的感觉持续太久，因为这个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但如果是筋比较嫩 Q 的人呢，嫩 Q 的人也是可以考虑，就是我们就停在原地，伸展10到15秒，这也是可以就是纳入的选项这样子。所以有一种是动态的，一种是静态的，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这是第一个伸展，叫做腿后肌的伸展，就是我们常常比如说你的生活比较倾向坐着生活的人，就是看电视，或是你要电脑要工作要打字等等的，你要坐很久的人，建议每20到30分钟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伸展，会让我们的整个后侧的肌群不要一直呈现一个僵直的状态，对，让我们肌肉活化起来，也促进血液循环哦。好，那再来就是下一个咯。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臀肌的伸展，这个是
动作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大家普遍会对于这个动作比较没有就是尝试过，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那途中呢，我是做到就是压到最底下的状况，但是依照各位就是每个人柔软度的不同，就是尽量就好，不要勉强。好，那我们来基础的练习一下最基本的动作要怎么做呢？好，基本的动作，我们把我们的脚往上翘到我们的另外一只脚的膝盖的上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把我们的这只脚的膝盖往下压。好，那可能蛮多人会觉得说，哎，压不太下去，有点紧，怎么办？好，没关系，就压到你觉得已经限度的地方，就不用再勉强了，不要硬压，硬压后面那个臀肌。压到哪里？好，那我们呢往下压之后呢，接下来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前弯。好，会觉得我们的屁股跟我们的大腿后侧会有紧绷的状况，这是正常的哦。好，那如果跟刚刚一样，如果你觉得真的很紧的人，你可以用动态的伸展。动态的伸展就是往下、往上、往下、往上，用动态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觉得，如果停在末梢让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话，你也可以停在末梢10到15秒，数10秒试试看。对，好，那跟大家说一下，蛮多我们在临床上带运动会看到的情形是，这边有点僵硬压不下去的时候，身体又往前压，会让它很不舒服。所以其实不用一定要，前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哦，等等哦。好，前后右。没有翻着。对，就是呢，我们就是做髋关节的弯曲没有错，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用身体的往前带，就是整个身体让我们的脊椎也往前倒，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做伸展的动作这样子。对，好，再回来。对，是一个髋关节弯曲的动作没有错。对，好，再往前压，好，再慢慢的放下来。好，那我们呢？接下来讲下一个动作。好，这个就是很常见的股四头肌的伸展。那我们直接来试试看好了。那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就是我们会要脚抓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肌肉比较僵硬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往上手去抓到脚的话呢，可以建议就是后面呢可以放一个椅子，比较稳固的椅子，然后把我们的脚架上去，之后呢再做协助，然后做一个弯曲的动作。对，因为就是每个人柔软度不同，所以其实要手抓到脚，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困难。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器具作为辅助这样子。好，那如果比较厉害一点的，就是柔软度比较好一点的人呢，可以把脚抓起来之后呢，像是芭蕾舞者一样，身体往后仰，然后把我们的大腿往后拉，会感觉到那个牵拉的感觉会更明显。好，这是大家可以就是尝试的选项后。好，那我们呢伸展的话，主要就是这3个动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会到我们的Q&A 的时间。那我先来看一下，因为刚刚中途过程中，就是大家会有就是一些疑问想要问这样子，我看一下哦。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有没有讲哪些画面是就是我声音太小，大家听不太清楚的呢？没有，声音都很 OK。好，谢谢。不会。对那谢谢我们的那个庄娟女士，那就是也有就是给大家一些提醒，这样子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大家一起来注意这些事项吼。对，好，那我们的就是还有大家有没有想要问的疑问呢？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想要最后跟大家
补充一下下，有一个大家会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问说肌少症是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肌少症现在的确定的就是要怎么去诊断你是肌少症，这个定义跟标准在国际上还没有一致的认定，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以一些普通的肌力测试等等去综合判断你目前的状况是不是肌少症。那医生也会就是用他们的评估的标准去衡量说，你有没有可能去是这个病状这样子。那我们的肌少症的情形就是亚洲这边的肌少症共识的这个组织呢，是说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或是体能的表现下降的时候，就是会是有肌少症的一个情形这样子。对，那我们亚洲的盛行率的话，其实它这个给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啦，有从5%到25%都有，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值。那男生发生率又比女生再高一些，对。那我觉得呢，其实平常如果有保持运动习惯，然后活动量比较多的人，肌少症出现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对，但是如果说你怀疑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形，我觉得是可以去就医，给医生再额外确认一下目前的情形，因为他们医生的好，有看到发问了，那我把这一章做结束，然后给大家做解答哈。好，那就是呢，我们医生的话可能会用，比如说行走测试啊、坐站的测试，就是比如坐到站的测试等等的，来看你一些体能表现的情形。好，那刚刚有发问，就是有同学发问说，就是经常腰酸背痛的话，要做什么伸展比较好？那腰酸背痛的话，其实像一开始有讲一个，就是我们做我们骨盆前倾跟后倒的动作，其实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伸展，这可以是一个运动，也可以是一个伸展，这个动作可以做。那后面的话就是有讲的3个伸展的运动，比如说呢，我们的臀肌伸展跟我们的腿后肌伸展都是可以建议做的。因为大家可能会疑惑说，我明明就是腰酸背痛，为什么我要做腿部的伸展呢？因为腿部的连接的组织跟我们的腰的组织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的下肢太紧，我们的腰部其实那个紧绷的程度也会提升，所以其实我们的下肢的柔软度平常就是可以其实就可以来做尝试了。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如果常常腰酸背痛的，我刚刚看前面有一个美女老师有教一个动作，不好意思，做的就是手往上伸，然后慢慢的做往前弯的动作，然后慢慢的去伸展我们的后背。那前面那个老师教的动作也是可以做尝试的哦，所以其实就是有蛮多可以做的。那这个就是有建议的话，比如说你看30分钟电视，你就可以来做个伸展。那不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连续看了好久，我最后来做个伸展应该就可以了，这个比较不建议，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中间的组织已经受到伤害的程度已经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做伸展的效果也就不好。所以其实建议就是间断式的做伸展，比如说看电视伸展、看电视伸展，这样的行程是比较好的。好，那再来的话，有人询问说，如果肌少症的人今天教的动作可以做吗？是可以的哦，是可以做的，但是要记得，如果已经有肌少症出现的话，你的肌力可能是比较表现没有那么好的，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在旁边放一个就是稳固的椅子，以确保你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如果力量支撑不住，我们可以先扶椅子，防止我们去跌倒。防止跌倒是第一要务，请大家记得哦，这个很重要。对，所以肌少症的人是可以做今天的运动，可以先从基础的开始做，进阶的动作可以等力气慢慢建立起来再做。好，那还有任何人有疑问吗？对，不用，不客气。还有任何的疑问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谢谢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把 PPT 留下来，大家可以再参考这样子。对，上次有提到颈椎压迫手指会抽痛的动作好，那我再跟大家说一次，就是呢，上次讲到那个动作，应该是在讲说，就是我们的颈椎神经的牵拉，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我们呢，比如说我们的手，就是手指这边会抽痛动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就是这只手往外打开，然后呢把手掌往下压，
好，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觉得还可以承受得了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头往同侧的方向移动。好，那接下来呢，把神经收回来，手往回勾，头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好，再一次哦，手打开往下压，头往手的方向移动。好，回来的时候手勾回来，头往另外一个方向移，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做一点滑动，让神经不要一直僵硬维持在同一个地方，让它有柔软的伸展性也是变好这样子。对，谢谢。那好，那我回答那个徐先生或是小姐的，谢谢徐先生或小姐的最后一个问题哦，请问左肩疼痛或整只抬起或往手反背很痛，无法施力要如何做？好，那个回答一下就是徐先生或小姐的问题哈。这个呢，因为其实手抬不起来或手没有办法往后背，很常会有人说是50肩的情形，但是其实手抬不起，抬不高，会有很多的影响导致。我建议就是这位同学可以先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就是他的我们检查一下整体组织的情形，因为担心说如果说不是50肩，但是如果贸然的做一些动作的话，很可能会额外伤到组织，所以我觉得可以先给医生确认，如果医生就是确认你是50肩的话，就是可以转介到我们的复健的中心，然后复健老师会提供一些方便50肩的运动，或是我们这边有提供，比如说手抬不高到这边卡住的人呢，我们医生评估过 OK 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安排徒手治疗，对，就是让我们的关节不要这么的僵硬这样子。那医生等等确认过，如果不是50肩的话，我们再看是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再去给复健老师看看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诊断的话，会担心说直接先给予运动会导致额外后续的伤害这样子，所以再建议您去看个医生这样。好，那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喽。谢谢老师。鼓掌。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可爱的老师陪我们一起做运动。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时候哈。那音乐牧师就会把这些我们其实我们有录影，所以我们会放在 YouTube。如果我们忘记了，其实欢迎大家可以再点开来复习，那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做。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校长光福校长是不是要来跟我们大家来说？老师离开了吗？哦，不晓得老师离开了没有？老师还有在这里。老师在哈，跟你请教哈，如果是说左边的腰部哈，啦哈，的话，不晓得是睡姿不好怎么，就是会扭到，就是像掉，你知道不？他抬起来像小夸呢，他有时候就贴个药膏，然后就好了。他像这个姿势的话，要怎么注意？就是如果比较容易像就是校长是说会比较容易闪到腰的情形吗？对。比较容易闪到腰的人呢，其实他本身的腰的组织就是比较僵硬的。那比较僵硬的话，要记得就是平常要做动作的时候，动作要放慢。比如说我们要拿东西的时候，有些人会动作很快转过去拿，可能就很容易闪到。所以要记得要拿之前可以做一点旋转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手呢可以抱在我们的胸上，然后做一点侧边的旋转。然后感觉到我们的腰骨这边有脊椎的旁边的组织有拉紧的情形。好，我们换另外一边旋转，对，感觉到我们的腰的侧面其实有紧绷的情形，做一点伸展，让它的柔软度、伸展度变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些更强烈的活动，会比较不容易受伤。或是可以做刚刚前面有讲说骨盆的那个活动，往前往后的这个动作，也可以让我们的腰椎的活动度跟它的脊椎的柔软度变好，所以比较不会让脊椎组织变僵硬之后就容易闪到。所以通常会闪到的人呢，其实都是累积一些僵硬之后，然后突然要他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拉长或缩短的时候，他适应不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扭到或闪到的情形。对，所以其实刚刚前面的动作也很建议，就是校长可以来试试看，会让整个身体变得比较能 Q， 然后力气也变得比较好，这样子。对，谢谢。不会。
好，谢谢。那个好，我有看到有人有发问，那给予我一点自己的建议啦，就是虎口的点不定时会刺痛的话，其实颈椎压迫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点，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局部的骨头可能有受损或是骨刺等等的，这个还是要透过去给医生做一些检查才会比较确定。那建议还是先就医，因为局部的情形其实有蛮多因素去影响的。好，再给你一些建议，谢谢哦。好，大家拜拜。谢谢老师啊。那同学，我们会把这个录影的这个网址会放在我们的粉丝网啊。那等一下也请，如果想要知道网址，先不要退出，我们会在留言板。那我们可以再持续不断的来看哈。现在留言板已经有了哈，我们会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来复习哈。那我们还是把时间给光复长老、光武校长。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演讲，比上次又更棒了，而且教的动作哈，你看这次他又更成熟，所以我们就一直讲说，我们中年大学在这边就以医学方面啊，像这几次都是以复健方面为主，每一位不同的老师来讲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尝试，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吸收蛮多的。像今天的李美女老师，物理治疗师，我现在才知道，因为以前我去人家介绍去看的话，都是小诊所，物理治疗师我知道那些都是物理治疗师，都只有在那边打杂而已。像现在我们知道，桃心医院就是年轻国健桃心医院那边会有真正的物理治疗师来告诉我们动作，然后告诉我们如何复健。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后面，我们应该要多多利用，时常去给他们医生跟物理治疗师来帮我们复健我们的身体。非常谢谢吕老师来今天给我们很大的分享，谢谢他。再次拍手鼓掌，谢谢他来。我们非常谢谢校长跟副校长有安排很多的课程，那是不是要介绍下个礼拜的课程？下礼拜的课程是吴信如老师。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也是对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情绪哈，我们一直做情绪的 check in 的这个，那他会讲一些理论哈。那我们欢迎大家这个身体要动哈，我们一起动以外，我们的心灵也要让它有复健，也可以要动一动哈，舒缓一下。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都同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动那我们给自己约定。今天这个运动不要只有听，只要看。我们至少在这个期间，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个期间，我们至少要做3次，好吗？可以吗？来3次才会 OK，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比3次 ，OK ？OK 好吗？那至少可以做一个循环，不一定全部但是至少会坐在椅子上的循环 ，OK 吗？OK，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来确定我们做了几次，给它记下来那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拜拜，上帝祝福大家，拜拜，拜拜，注意我们的本站通知拜拜，拜拜，拜拜，秀儿姐再见喽。再见啦，谢谢。好，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把荧幕关掉，好好去吃饭，好好休息好，5、4、3，有人要讲话吗？2、1，好，拜拜，上帝祝福大家，拜拜。刘牧师，有，请汝把那个布就是这样标出来一下，因为我那个交给他回来忘记放在哪里。
啊，什么？对不起，没听到。刚吴信如老师的